是以前我该做少济代志。我嘛甲妈妈做伙做少济代志。安voi no. 多点咯。我甲伊甲妈妈做伙，阮装做公主。我甲伊甲妈妈做伙办公会啊。哎呦，盘子，这饼干吃啊。就想要食鸡卵糕，要食啥物口味的？妈妈上后做金蕉味的鸡卵糕。不过厝里无金蕉，我的好朋友乐生因兜有金蕉。鸡仔甲阿信要缀我去找金蕉。好好，OK。那个熊熊过几天？阿牛嘛要去。乐生因兜的狗仔，逐摆拢吠足大声。耶，摕到金蕉啊！我甲伊甲妈妈做伙，阮要做伙做金蕉鸡卵糕。哦，可以。金蕉的皮无啥好掰。这里没关系。两个熟啊。哇。黄卵按太粒的吼。拍两成功。哦哟。我有力气。嗯。啊，这个金蕉。我甲金蕉块互比比。
做伙。哎呦，烘鸡卵糕咯。飞机。我甲伊甲妈妈做伙，妈妈种足侪香蕉啊，阮要做伙捌。不想去掉这个。哎，啊，走的。妈妈买香蕉啊，足甜。我买香蕉啊，足慢。你看，妈妈买足侪香蕉啊！找到鸟吃掉的辣椒。妈妈种的香蕉啊，有够好食，连鸟仔都爱食。我甲好鸟仔家己喙的香蕉啊挽落来，粘住了。下仔过着足侪绿菇仔梅，爱豆豆仔行。好哎呦。我甲伊甲妈妈做伙，阮做伙洗鞋仔，甲鞋仔顶悬的绿菇仔梅洗掉。洗鞋仔的时阵，妈妈会压花。我嘛会压花。有力气。你看嘛？唔系啊。我甲妈妈做伙，阮做伙佚佗。看哦。我屁股都没有动了。喂，好，嘟嘟嘟香蕉鸡卵糕烘好啊，我去摕。就来这里。哇！喂，小心！先生的蛋糕。剪吧剪吧，对，这个好玩。哦。我甲妈妈做伙，阮做伙做足侪代志。
多金了哈！有没有金啊？哦，这个妈妈，胖妞在这里。妈妈在这里。Hello。来，你手手要不要看？不要。你跟花牛 hello。Hello。哦，好大哦，小小只的。哦，好大哟。妈妈，我要去这里了，还要回家。